哎，恁食看卖，今日这菜哦是我煮的，请多多指教。免指教啦，你还袂芳出来吼？好，阮都拢闻到芳味啊，阮赞的。对啦，以后你若认到老爸了吼，煮当啊较公道来以后，绝对做欢喜的。嘿嘿嘿，来来，食。我来食。喂，嘿，是我。哦，好啊，什么所在？好，我来准时到位吼，谢谢。俊姐，是不是接不来工课啊？哎呀，有人办到要过生日啦，叫咱去表演歌舞。什么时阵啊？今日下晡啊。那会遮尔赶？秋瑶啊，你免想伤济啦，有钱赚就好啦。咱赶紧食，准备抬去啊。人拢叫我海哥，是我请恁来的。听讲恁这对姊妹啊，是即马走秀上红的。今仔日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特别请恁来。添两杯仔酒，我要甲这对姊妹啊饮者。当然我会被请。海哥，多谢你今日请我过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若是有得失到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哦。阮这个袂晓啉酒，我就代替伊啉啊。秋妹，不但无啉，搁甲我摔杯啊！真无好我面子。老记，这款饮料就准过。海哥，阮走秀趁钱，不过是多一个沙糖。看这个情形，你是针对因姊妹啊？伊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好，讲话有够爽势，安尼我也无爱甲你转弯世界。其实我是受人的委托，要请恁离开台北。恁若是唔走，恐惊后摆咧台北日子无遮尔好过。俊杰啊，咱物件收收咧，带因两个姊妹仔先走。走，我这样简单。你若是唔听我的话，这对姊妹啊，以后啊免讲手寒。我唔走，我这条来陪。叫小好，我欣赏你，比甲的玩有无？好啊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哦，你看，安尼顶头袂疼啦。哦，廖辉啊，你的气氛真正赞的啦！现场我看迄血水安尼插插顶吼，看你的表情敢若无幸害着咧，显然我早就昏倒在地啊。俊杰啊，这小我伤无要紧啊。我就感觉迄个海狗是针对我来的。
奇怪，我甲伊也无冤无仇啊。敢讲伊是为着我要去领阮爸爸的代志？我嘛是安尼想，所以海狗这件代志，一定甲你林爸爸有关系。敢会是沈文华？伊表面上讲要甲邱美斗相共，也毋过私底下却找人对付邱美。无可能呢，我安怎想，伊拢是这款人啊。啊，我看伊嘛无参就是一款人。啊，毋过我是认为讲，有人想要阻止邱美来另做规宗。安尼是变啊就好啦。对方是有钱，阁有势力，因若真是带人要来对付咱，看咱要比咧对就好。我规矩安尼啦，自今日开始，咱拢总莫出去表演，尤其邱美你哦，千万你都唔通出门，啊无你若一定人拄着吼，代志就大条啦，知无？邱美，为即马开始哦，一定唔通回走。也毋过，咱若有去表演，以后生活是要安怎？秋瑶，生活的代志你唔免烦恼，你甲邱美就暂时踮伫厝内底，我甲俊杰去找头路。哎呀，明辉啊，咱找遐尼一个所在，拢找无适合咱的工课，你搁找来共款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搁直直找你嘛是。俊杰啊，我都还未找到头路，你是安怎遮尔无信心？但咱即阵伫咧跳舞、唱歌、蹦乐器，其他就无半撇嘛。你哪有才来叫我有信心啦？啊，咱到底要找啥物工课嘛？咱只要肯做，唔惊是找无头路啦。秋瑶，我就想讲，因要找人是邱美，也毋是我啊。你甲俊杰都会当出来找头路啊，我嘛会用接，所以我毋才缀恁出来。啊，阮两做咧找无头路啊，啊，你来都有效呢啦。秋哥，我规矩安尼啦，你转去吼，甲邱美也讲，莫搁找啥物老爸有诶无诶啦。咱规转来吼，做咱的老本行，好好表演。啊，别人莫找咱的麻烦，对不对？咱就会当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啊，无规定人海去来台北，前途茫茫渺渺，还真正头壳歹了。那会用一啦，邱美也认做规宗，是我妈妈交代的代志，一定要完成的。俊杰，即马安尼对你是较歹势啦。也毋过我相信，咱一定会当找到真适合的头路。哎呀，是要来应征搬厝的工人，甲接电话是吧？嘿，因两个搬厝，我接电话啦。啊，你看起来都无像咧做初当工课的人啊，尤其这位先生，哦，遮斯文啊。对啦，头家讲得无唔对啦，连辉啊，迄初当工课吼，咱无法哩啦。俊杰，头家，你看我遮尔少年，而且俊杰遮大后辈，这工作对阮来讲无困难啊。就算恁会用一啦，啊，毋过接电的工课我已经找有人啊，所以接电的工课就唔免啦。头家，我嘛会晓斗搬厝啊。这算包工的工课啦，啊，恁几个要做我拢无管啦，身份证就在我登记。秋瑶，搬厝工课对你来讲伤粗重啦。你莫准我看起来软正，我其实开头足大个呢。无啦，连辉啊，你敢无要考虑找别人工课？你真正敢趁来倒哟？会啦，免烦恼啦。是。安尼喂，秋哥，迄毋是讲哦，自己咧做事啦。迄秋美啊，伊真做规宗，甲咱啥物地带？咱有啥物好处啊？我规转去吼，叫秋美啊，莫舞啥物真做规宗有诶无诶。啊无吼，伊还袂找到因爸吼，咱你个舞甲袂堪你啊。哦，俊杰啊，讲遮秋瑶会艰苦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人咧讲吼，笑花连盆啦。你因为疼惜秋瑶啊，是吼疼惜秋美对不对？啊，因两个人有人疼惜，我一向要甲他疼惜啊。我卡都算袂好啦。好，我安尼啦，我甲你疼惜，你先休息啊，我来搬。安尼就对啊啦，我都毋是搬厝的材料嘛，拜托咧。嘿，
啊，为了树米安尼人做规桩，咱就安尼做无做尾，对啊参，嘛是爱搬啦。姐，啊你哪遐尔晚才回来啦？啊恁是安怎？啊恁找头路，敢找了有顺利？阮找到头路啊啦。真是嘞？是什么款的头路啊？搬家公司啊，什么搬家公司啊？哎呦，啊，在咧讲搬出迄个搬家公司，你听无呢啦？搬厝？姐，你也去甲人搬厝啊？足芳的呢，你饭菜都看好啊？哎，食饭啊啦！哎呀，你莫食饭啦！哎呦，郑姐，哎，食饭啊啦？哦，食袂落，我小体一下，你今日食，哎呦，哎呦，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。我嘛食袂落，我看我先来洗一下身躯，我才过来食。姐，要不我替你准备衫裤。李伟啊，拜托你来甲领一个好。哦，安尼话。最近啊，吼，是要抓倒位啊？哦，我的脚，我的手，我的颔骨，我的肩胛头，我的腰，哦，拢做酸的，拜托咧。哎，我甲你抓。哦哟，哎呦呀，哎呦，在这里啊。姐，那这个家，最近较紧，车搬出了，我有一寡。我知影啦。我咧，我来搬。哎，小问一下你个，我来，哎呦，来，我咧斗有啦。没，我没。哇！安尼话，真正人咧讲哦，少年就是本钱啦。哇，咱搏甲比袂喘，因害就走去啊。啊！主要，你哪去啊？我来交帮较紧。主要，我去咩啦？哎，有咩？你哪来啊？我来给你上北东啊，啊，我姐姐嘞，啊，你在后面啊？主要，多谢你啊。免客气啦。姐，秋碧，你哪会走来啦？我来上北东来啦。姐，我来到我。免啦，我昨搬一工哦，我即摆有惯势啊。哦，对啊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等下我搬完家哦，佮要去另外一个所在，阮今仔日赚的钱哦，比昨昏较济呢。你今仔个做啥物好料？足芳的啦！我甲你讲哦，等下我搬完家哦，安尼足好食。秋美啊，
你真正是精神小好友，啥时就拄到遮尔好的姐姐咧照顾你。你敢知影？我甲树叶啊，拢是家己紧家咧，硬咧拼的了。俊姐，多谢你，我知影你拢是为着我。姐，多谢你。多谢啥物啦？这拢是姐姐家己欢喜做的啊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。喂，你好，我找沈文华先生。我是沈文华，你是沈先生，我是邱美人。邱伟，你哪打电话来？有代志哦？毋是啦，我是有一点仔代志想要请教你，毋知你什么时阵有闲，我请你啉咖啡再讲。我即摆都有闲。你要约伫倒位？台北，我无闲诶。我看安尼啦，阮公司后壁有一个公园，内面有一间咖啡厅。我到位，我会打电话互你。好，我等你。歹势，对我好有代志，互你等遮久。拿铁。想袂到讲，你会打电话给我。我是想讲，你为着我的代志，肯甲我斗3工，所以想要请你啉一下咖啡，表示我的心意啊。唔免客气啊，会当互你甲阮议长见面，是我早就答应议长的啊。抑阁有啦，你讲你要去找恁阿姨，毋知影讲了安怎？我有摕相片互伊看，也毋过伊毋相信。毋相信？你毋用烦恼。虽然阮阿姨伊毋相信，而且叫我莫阁管这件代志啊，也毋过，若是等阮议长回来，我相信这件代志就会当清楚。到时阵，就算阮阿姨想要阻挡，恐惊嘛无法度。其实，我想要早一日讲爸爸相认，嘛毋是为着我家己。阮姐姐林辉也阁有准职啊，惊我去拄着危险，毋敢阁去作秀。结果因去找一个遐尔辛苦的头路，我看伊实在足毋甘的。秋哥因是安怎？因即马伫搬家公司做事啦，逐工母甲真忝无干劲。阮姐姐阁计笑面甲我讲啥物，伊做甲真欢喜。其实我知影，伊是惊我艰苦，所以才会安尼讲的。秋哥，你替人搬厝，这种工课伊要哪做会来？就是啊，假使我来当早一日甲阮爸爸相认，就免拖累着因，而且秋哥的搬家公司伫倒位？就是这间啊。啊，毋过因无伫咧公司，拢伫咧外口做工课。小姐，替我买单。多谢。多谢你。真歹势，我还阁有代志，我要先来走。歹势。
好先走啊！我搁要无用的。秋哥，这钱你先摕去。我知影你袂接受我的帮助，也不过，这就算是我先借你的，但你有钱才阁还我。我敢若希望你莫阁做这款的工课啊，好不？阮无需要。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无歹意啊。阮甲你无熟，无你就向你借钱。假使你有真侪钱，无所在通好开，你应该到老人院孤立院，也有真侪人需要你斗相共。阮无需要，阮唯一的需要就是处理的代志，请你赶紧分享一下。对，可以了，帮忙。是的。你的心若是轻人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。你是我一生的。彩云啊，你若无加困一下，遮尔早就起来，啊？我真暝无困。一暝无困，有甚需要？为了林秋美的代志。但啉酒米的代志，我已经叫阿海处理好势啊。因即马连小都唔敢去，免惊啦。无够，我感觉无够啊！我才想到迄天伊走来公司呢，佮想到文化，伊走来问我迄种眼神，我就感觉足惊的。我家在即马别转人无伫的，啊，若无即件代志，早就别空啊！我已经想过啊，就算逼选倒来，林秋美迄件人想要见，嘛无遐尔简单。我正担心的，是另外一个人。啥？文华。文华？文华算起来是逼转上信任的人。假使连伊都和林秋美徛同边，安尼你的处境就真危险啊！听伊讲。文华讲话口气，好亲像甲林秋美因迄挂人拢足熟悉。假使讲若连伊拢徛伫因迄边，甲因斗相共，安尼我毋对。袂啦，应该袂啦。文华细汉的时阵，我就足疼伊，伊袂反背我，伊绝对袂反背我。金主啊，即摆今日你应该甲我斗相共，你一定爱甲我斗相共。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会徛伫你这边。咱即摆要做的，就是甲文化调开，然后想办法对付林秋美迄家人，上好的文化安怎找？就找无伊。甲文化调开，这简单。想袂到，徐哥为着秋美，竟然去做遐尼辛苦又搁粗重的工课，这代表讲伊甲秋美啊，这话感情真深。也毋过即摆阿姨反对医长甲秋美相认，医长人又搁在澳洲，也袂回来。秋美认真的代志，
我根本拢无法度甲斗相共，这到底应该要安怎做才好呢？入来，文华，阿姨，拢准备好啊未？什么？准备什么？啊，林秘书敢无甲你讲？哎，可能吼，伊无影煞袂记啊啦。是安尼啦，啊，就最近公司哦销去日本的迄批货，讲品质有问题，啊，日本迄边唔肯收，所以阿姨希望你去日本处理这件代志。这是外销部张经理的代志啊。对啦，啊，不过张经理哦，伊昨昏才开始放年假，阿姨无好意思讲叫伊今仔日过来上班啊。我是想来想去啦，就你啊，去过日本遐尼济届，搁捌日语，所以你是上适合的。阿姨啊，我去日本。哎呀，我是伫咧想讲吼，假使讲这是一般的订单，我用个凊彩叫一人去就好啊。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日本是大生意呢。若凊彩叫一人去，我袂放心啦。安怎？你唔肯去哦？啊，无要紧啦，无我搁凊彩找一人去好，哈。阿姨，我去。你要去哦？安尼上好啊。什么时阵？啊，机票拢给你订好啊，中昼12点半。12点半？对啊，你紧传的。等下我叫人吼送你去机场，哈。阿姨，哪婷，愈来愈水哦。哪有啦？阿姨才愈来愈少年啊。你哦，这个讲话。阿姨，拜拜。拜拜。哥，阿姨来找你做啥？叫我去日本出差。你替我通知邱玉，甲我的状况甲伊讲，就甲伊讲叫伊免着急。等我若回来，一定会量早安排甲伊场见面的代志。无问题啊，这件代志就交我处理。我拄好在烦恼无机会会用这经理林辉开始我的复仇计划。我是甲你警告哦，紧放弃迄个计划，伊若无，你是会后悔。免理怪，可以啊，拜拜。公司讲新闻出口，迄天伊明明答应会赶紧互咱消息咧，即摆煞出国去，遐尼侪工拢无甲咱联络，你袂感觉足奇怪啊？这个新闻吼，真有可能是伫咧骗咱。也毋过，迄位姓谁是，安怎可能无亲像是歹人啊？迄天伊搁摕钱，身体想要甲咱斗相共。你笑够过瘾呢？迄歹人下面敢会晓讲我是歹人哟？我是感觉讲伊摕钱互咱吼，是叫咱莫过去谈价，毋是专门要甲咱斗相共的啦。我感觉明辉甲邱碧也讲得无毋对，这件代志自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啦。迄个新华会选去国外，迄个专门要闪下来，你知毋知？咱伫咧遮讲嘛无路用啊！我想，咱直接去公司找新文化。若是找无人，我就直接去找阮爸爸即摆的某周彩云嘛用的。秋碧，你莫冲动啦，咱去等几工看卖咧，无你卡心情回国了后，就来甲咱联络。你敢不爱想清楚才做决定？我无想要搁等啊啦，咱一定要主动争取，袂用戆伫咧遮等啊。也毋过万一，无啥物万一啦。我看到恁为我做甲遐尔啊忝，我实在足不忍心的。我嘛无希望安尼。也毋过，自迄天，咱互人为公司赶出来，佮掠迄间插脚，到进前害过的代志，我是惊讲，这件代志若是无好好处理，会惹来佮较大的麻烦。我想要赶紧甲阮爸爸相认，嘛毋是为着我家己啊。假使我若会当认清成功，我一定袂甲恁放袂记你的。安尼大家就用过较好的日子，毋是真好？秋碧啊，讲话要算话哦，唔通到时甲阮三拢好咧边仔了。若真是安尼，我支持你。明辉，你讲咧？像要领老爸的代志哦，是有困难的。啊，毋过真主主动嘛，无一定无好啦。啊，即马这新文化无消息，
不安尼啦，咱着为哦帮董事长伊某迄边下手，这代志无一定会转变。姐，好啦，既然大家拢安尼讲，啊无咱就试看卖咧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。姐，迄个查某人好亲像着阮爸爸伊即摆某邱彩云诶。看这气势，应该是无毋对。来，咱紧过去啊，较免互伊走去啊。莫遐冲动啊！咱都已经来啊，敢问你搁要走气我？我毋是要阻止你，我是认为讲，咱应该想要冲错才行动，啊若无，才就顶个共款，互人赶出来，到是毋是加歹看？你知影无？啊！你车你要开走，要安怎？秋萍，那就咱底车后壁快去倒位，咱底去倒位。哦，这个别总这个大间，这么舒适。秋美啊，这一定是恁爸大的，无毋对。那你又搁讲啊？一般的人哪都会去这么高级的别总？姐，咱要入去无？咱若是得安尼去甲人试门铃，我惊会亲像顶个安尼，互人赶出来。无安尼啦，咱踮遐入去，看内底情形安怎，才会做决定。好，我马上爬入去。袂人急啦，秋美，你安尼伤危险啊！你若是互人抓着是要安怎？是啊，秋瑶，安尼伤危险啦，还是互我先入去啊。你拢莫入去，我入去。秋瑶啊，你是咧滚耍笑哟？你查某囡仔人呢，要对这爬过？恁听我讲啊，以明慧的个性哦，伊若是入去拄着周彩云，一定讲无两句话哦，就起冲突，安尼代志会愈舞愈害。啊，若秋美，你是担当所长的亲生查某囝，你若入去互人抓着，安尼就无光彩。你一世人伫咧因的面头前，无法度举头啊。所以我入去，我上适合。我是互人抓着，我会当甲因讲道理啊。因若无相信，上加互因带去警察局，安尼袂损害着担当所长的名声，嘛袂影响着秋美啊。水哦，明辉啊，秋个讲得有道理，啊，规个回去就好啦。俊姐，你甲我帮忙。啊，你的意思讲叫我甲你斗阵入去哦？卖啦，我无法哩啦。你著知影我的人吼，小面神，啊，若拄着像人吼，话讲袂出来，骹少把鼻鼻纸，我去家顶地你入去就好啦。毋是啦，我是讲哦，这个门遮尔啊悬，我需要你甲我斗3工啊。安尼讲我就听有啊啦。意思讲我互你做塔卡就对啦。笑我对啦。以前我伫江湖上咧甲人走店吼，专门咧做肉店的。好，无问题来。俊姐，快点吼。来。在这里哦。嘿。谢你，谢你。秋瑶，家己较细腻。你放心啦，我袂有代志的。那你我入去啊哦。这较细腻哦。秋美啊，恁个才是真个老爸哦，准正功劳是足大的哦。我知啦，我会多谢你啦。是啦。咱3个人在遮等啊，伤过明显。咱去车顶等。好，来。
有人伫个无？有人伫个无？那也拢无了。这张图，敢毋是秋美甲伊妈妈？你是啥？你看起来真少年，阁真水，好脚好手，啥物代志不爱做，偏偏要做菜。我毋是啊，我无偷摕物件啊。你即摆徛伫咧阮兜呢？你毋是想要偷摕物件，啊无你要创啥？阿姨，啥是你的阿姨？我其实是想要见你，也毋过我惊你毋肯见我，我毋才偷偷走入来，失礼啦。你是安怎要见我？我甲你也无熟悉啊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想要来偷摕物件。毋是啦，我毋是啦，我叫秋玉，我是为着我小妹秋美的代志来的。阿姨，你看，这张图内底画，就是秋美甲伊妈妈。希望阿姨会当互秋美甲担当署长见面，我拜托你。阿姨，我讲的是真实的，秋美真实是担当署长的亲生查某囝。你阿爷这？秋瑶已经入去8点钟啊，现在一点仔消息拢无。敢要是阮这已经找到机会，甲周彩芬讲起我的代志，所以才会这么办啊。想好是安尼啦，啊无手脚入面啊，叫人当作是贼仔吼，真正代志大条啊。应该不会啦。我入去看卖。小蛋，有人出来啊！你啥是林翠花小妹？我就是啦。阮这安怎哟？阮头家娘请你入来啦。你唔知小等一下哦。安尼啊，秋丽啊，我食到这个年纪，我冇看到汉尼水的嘴了。哎呀喂，这风雨你看卖。哎，我一个才有先当的无？我做梦嘛想袂到，我会住伫遐尼水的厝呢。对，哎，真正有装潢的啦，每一个角度看过，拢敢若一个风景同款。安尼啊喂，哎，最近，啊，莫有被打碰意啦。无要紧啦，毋是咱咧拼着你烦恼哟。安尼啊喂，敢若旋着棍啊，像咧念斗阵啦，水当当了。做者，唔通我白懵啦。无要紧啦，也袂起甲你是咧，安尼啊喂。这互你袂靠者。你的心若是轻人，总是有真多。安尼啊喂。这互你袂靠者。若较歹，你只要做10年工，嘛飞袂起。你就是林秋美，我就是。请你坐起来。
你是安怎一直甲我看？我看你愈看愈像王锦秀。这哪有可能？锦秀阿姨是秋碧的妈妈，我哪会信伊？秋碧，阿姨，这是我小妹秋碧。后壁这两位是俊杰甲明辉。阿姨你好，我是秋碧。秋碧，你看，你妈妈的相片画做图了后，看起来足水的呢。好啊，顶届你走来公司呢，今仔日搁走来阮家，你若有啥证据，就紧摕出来，莫浪费我的时间。有啦，我今日有炸证据来啦，你看，这是当阵的报纸，还有这个相片，就是这张我妈妈拍的相片。敢若是报纸啊，甲几张相片，用去证明啥？手臂，阁有啦。这张批，这是手臂的妈妈写予台东处长的亲笔批，内底有讲到因的过去。我相信台东处长看了后，一定会当了解。恁看起来哦，嘛无像歹人啦。啊，文华嘛捌为着恁的代志来找我。这么多年来，有真侪人来找董事长认亲，我已经算袂清啊。啊，不过无一个是真的啊。董事长伊人老啊，假使伊若用个家己的亲戚查某囝找回来。我嘛希望用了伊这个心愿。我相信恁今仔日安尼做，一定有恁的苦衷。这100万，钱摕就走，永远莫阁提起这件代志。阿姨，我小妹来认亲，是为了将失去的亲情找回来，不是为了荣华富贵。阮才袂伫你这100万呢。嫌无甘。好，安尼200万。啊，不过恁爱甲所有的证据拢留来，亲像恁这种人哦，我看真济啊。先是制造一寡假证据要来骗钱，钱若骗无吼，就把这款物件卖互杂志社。我的安塞是一个堂堂企业家，我无希望有人来破坏伊的名声。引起无必要的麻烦。200万先要丢起来。阮毋是骗子，毋是来骗钱的。你若毋相信，阮会直接去找董事长。是嘞。咱来走。等下，恁敢袂阁考虑一下？若失去这个机会，恁真有可能一生5年拢摕无。你这尔简单，摕一个应付阮，一定有问题。所以，阮无需要考虑。咱来走。这20年来，我所惊的代志已经要发生啊！他别抓袂倒来，我若要领一本，咱老公爷就免去拖。莫有考虑啊！对别人认输，都是对家己责任啊！爱已用尽情跋到，袂当感动你到最后。甜蜜的旋律，若失去节奏，弹出哀怨的歌调。
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体生的美丽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